美国移民局6月吹落伫咧加州洛杉矶掠可能是非法移民的人，最后是引起民众抗议。洛杉矶的街头就讲有巡逻队向民众射催泪甲水甲咸姜水，场面真混乱。就有消息指出讲，联邦政府计划接管加州国民兵，各要部署2000个士兵来应对，也这是去互加州州长批评讲是警察天火道。 在加州洛杉矶郡派拉蒙一个工业园区外口，美国边境巡逻队人员全副武装绑催泪ga士，徛伫对面示威群众是提放上头的抗议。We see you for what you are,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Eyes out of paramount.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单位甲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法官发现有洛杉矶的头家提假造文件请误工，所以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找人伫真侪地点进行搜捕令，逮捕至少40个疑似非法的移民，引起民众不满。有群众伫洛杉矶的联邦拘留中心外口抗议。Our community is under attack and is being terrorized. These are workers. These are fathers. These are mothers. She went to her routine immigration visit, and it was at that visit that they detained her and they told her that she had to go back to Mexico. 各地抗议行动起初正平和，后来却失控。内部安全人员动用催泪ga士、闪光弹甲发人求水维持秩序，场面是真混乱，也有民众受伤。洛杉矶市长巴斯批评，这亲像伫社区正恐怖的政治。北京副幕僚长米勒是发文表示，民众抗议就亲像是叛乱的行为。 移民当局表示，会照联邦政府政策继续执行搜捕非法移民。消息指出，联邦政府计划接管加州国民兵，各部署2000个士兵来应应可能混乱场面。加州州长纽森是表示，这个做法强加称管政府甲民众的对立情绪。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